母親節仲可以選擇同媽咪輕輕鬆鬆嘆下午茶。嚟港青酒店嘅港青咖啡座啦，係一間融合多國菜式嘅特色咖啡店。呢度仲會定時推出唔同主題，而且位於尖沙咀鬧市，夠晒就腳，加上環境舒適，最啱就係家庭同樂日啦。呢度最新推出嘅母親節下午茶套餐非常之豐富啊！嗱，首先咧，我哋要試咗呢一個煙三文魚青瓜三文治先。嗱，佢就揀選咗挪威嘅三文魚，而且咧就用咗呢個蘋果木咧煙燻過嘅。就係因為蘋果木咧可以帶出一種好溫和嘅煙燻啊，咁就唔會蓋過咗三文魚佢自己本身嘅味道咯。首先佢個三文治嘅皮咧好薄啊，見唔見到啊？每一層咧都係好平均嘅。然後再帶出淡淡嘅煙燻味，跟住就試下呢一個松露忌廉汁雞肉酥盒先，佢係嚴選咗意大利嘅松露醬啊。我就知道咧，其實大廚咧就係用呢個慢煮嘅方式咧去烹調呢個雞胸肉嘅，咁出到嚟效果咧就會更加嫩滑啦。試一試啦。個酥皮好脆喎，聽到啲聲音中。係啊，雞胸肉咧真係滑嘅，滑溜完全冇啲柴口嘅感覺。仲要咧嗰個雞胸肉咧，係好低脂啊嘛，咁就啱晒中意 keep fit 嘅媽咪啦。跟住落嚟要試下呢度嘅特飲啦，呢杯咧就叫做只有你的愛，佢就特選咗呢個嚟自韓國嘅香甜紫薯，另外咧當然就有椰汁同埋牛奶啦。我中意呢一個紫薯味喎。跟住落嚟另一款甜品咧就係燕窩杏仁奶凍，嗱上面咧高級嘅燕盞嚟嘅，而且咧佢就係用咗呢個日本嘅3.6牛奶去製作㗎，仲加咗美國天然有機杏仁添啦，連過篩都過咗2次添啊，咁就可以保證呢個奶凍係好幼滑㗎。講真，我自己本身唔係太中意杏仁味，但係佢呢個杏仁味咧唔強烈㗎，個奶味係濃烈少少㗎，淡淡嘅杏仁味喺個口度。冇錯。慶祝母親節，有埋蛋糕就 perfect。呢度嘅珍珠絲絨蛋糕特別加入韓國芋頭粉，質地細膩，仲加咗珍珠朱古力做點綴，特別高貴優雅。媽咪一定冧晒啦！港青酒店港青咖啡座，母親節只有你的愛2人下午茶，原價每份281個6起，抵食價低至200蚊一份，人均低至100蚊。限量200份，食到咁着數嘅下午茶套餐，媽咪都讚你醒啊！快啲嚟搶啦！